请咱献归圣经。头一节伫哥林多前书13章第5节，无惊见笑的事，无求家己的利益，无快受气，无记得人的歹。蔡牧师要咱讲的《爱的真谛》第9系列第9，听的是无快受气，请咱恭敬来听。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听是无快受气爱是不轻易发怒。咱每一个人拢会受气，我相信咱中间无迄个袂受气的人，甚至连上帝、耶稣嘛拢受气。但是受气如果若无适当来控制，恐惊会造成真侪问题。偏偏咱人拢真够受气，所以最近上界流行的一个赞美操，就是毋通受气大家拢捌看过所以这种考劝咱毋通受气所以这是咱今仔日要面对的功课。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的话充满气力，会当更新改变、调整阮的生命。所以主，我们仰记你的话来到阮的生命中间，为阮带来祝福。阮恳求主，你这个时刻帮助阮，互阮有属天的智慧，互阮会当真实明白你的话，也求圣神感动扶持帮助阮，互阮有气力将你的话实行出来，来荣光你，来祝福人甲阮本身。主啊，阮即是要仰记你的话，求你帮助阮。安尼祈祷，奉靠最后所圣主的名，阿门。伫希腊文中间用真侪无共款的字来表达生气，其中有2字是甲今仔日的题目有关系。这2字第一个字咱中文会当翻译做易怒这个字易怒这个字就是因为人看到无公义、无公平的代志来生气。因为当咱看到一件无公义、无公平的代志，咱内心的一种不平的感觉，会感觉讲这件代志毋对，无应该安尼。当咱实在无办法通忍受的时阵，咱就生气。这卖当讲是法官的生气，就是法官看到检察官收集真侪这资料、证据，发现某一个人做一寡真无好的代志，伤害了别人，危害了社会，所以伊会生气，就来判刑。所以这个字形叫翻译做义怒啦就是讲为着义的缘故来生气。伫圣经中间若讲到上帝咧生气，大多数拢是用这个字。咱看起着罗马书第1章18节，保罗安尼讲原来上帝生气，对天显明伫一切不虔不义的人心上，就是遐件不义阻挡真理的人。意思是讲，当上帝看到一寡件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上帝会生气。这就是用这个字。咱伫圣经中间看起耶稣无捌一遍生气，而且是大生气迄是伫耶稣伫圣殿中间，看见真侪人伫圣殿中间行无公义的代志，用无公义的手段去剥削这送向人，欺负这去圣殿内底献祭敬拜的人。所以耶稣就生气，提扫做边来赶走这做歹的人，清气圣殿。所以咱看起着耶稣看到这无公义的代志，伊嘛大生气。所以这个字伊表明的意思就是讲，因为无公义的代志，互人感觉生气。咱一般人其实无一定爱有咱的信仰，嘛会有这款性质，因为这是上帝放伫咱的心中的一个人的本性。所以咱俗语嘛讲，路见不平背道相助，对无？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我过去伫差不多20多年前，我伫台南大专中心咧服侍，未做传道，未读新人院，未做传道进前迄阵伫遐做辅导，
有一天，突然间一个学生对外面呢金枪拱走来讲：“郑老哥，伊拢叫我郑老哥，讲哇，代志大条啊！伊讲，我有一个团契的会长，伫路林甲人冲突啊。我想讲，这个囡仔都平常时真温顺啊，开去和人冲突。伊讲，赶紧，伊就载我去要处理伊就载我去到迄个所在，迄是台南市东区上界闹热的所在伫台南市东宁路甲即个中英路交接的所在。我去到遐，看到人山人海，为真侪人咧看原来是有一个人啉烧酒醉赛车弄红灯去弄倒两个查某囡仔女学生骑奥多麦弄倒了，这个人去酒痟落来，佮要拍这两个查某囡仔讲伊来挡路啦阮这学生看到了其实真侪人看到，但是阮这学生较少年拢走过起来挡挡着这人煞跋一倒这人起来拢真生气我去到遐，迄人因为又咧发酒痟一直问讲：你敢知影我什么人？你敢知影我什么人？都随上现场无半个人知影伊什么人。我就讲安尼好，无咱安尼咱发生这代志，咱所有这个当事者，咱拢来附近一个警派出所来遐处理但是我想讲，我也无现场看到所以我还需要一寡证人嘛所以我就对迄路边遐一个人咧看我。歹势，你敢有人会当去派出所帮阮作证一下？结果真侪人讲好，我要去，因为大家看到真生气啦我想讲，即摆人拢无真爱插代志嘛应该是无真侪人爱去。无想到我去到迄个派出所，排6、7个伫遐要作证啦大家拢总足生气的然后派出所处理了，讲爱去迄个迄个叫做车祸的事件裁决所迄伫阮台南市的迄个应该算做较接近安平的所在，迄真长我就来遐见证人讲无你麻烦恁哥甲我去啦我想讲伊一定袂甲我去，无想到我还未到，因就已经到排伫遐要做见证阮就伫遐处理了差不多尾暗的时阵，我就来讲歹势今仔耽误恁的时间恁暗顿的时间无法度转去食饭。伊讲袂要紧的，但是阮来赶8点我赶8点要创，伊讲要转去看电视剧迄阵上流行的叫做包青天呐可见大家看包青天有哪爱有义气啦这个事件中间阮咧处理的时候，我就感觉讲真侪人看到这无公义、无公平的代志莫生气生气了就有一寡作为这是圣经中间的第一个生气，叫做义怒易怒。但是哥林多前书13章的第50咧讲的，毋是这字，是另外一字，咱来翻译做暴怒暴怒这字是因为讲人因为环境也是讲人的刺激，脾气突然间爆发，你看到一寡人，也是讲看到一寡代志，突然间心中生气，就爆发所以保罗伫遮讲，仁爱是无快快生气意思是讲，伫疼的中间无暴怒，因为暴怒会伤害别人嘛，会造成无好的结果生气会造成一寡危机生气会造成什么款的危机？咱下面来看咱先来看这段经文这是以弗所书第4章26节到27节伊安尼讲生气毋通犯罪，毋通生气到日落，也毋通互魔鬼留地步而且这个魔鬼留地步，这个留地步，咱台语的圣经翻译了真好，伊翻译做讲毋通互魔鬼留空芳啦，就是讲毋通互迄个芳有芳，互迄个魔鬼会当趁即个机会甲咱攻击因为魔鬼厉害的所在就是伊无论什么时间，就伫遐咧听候机会要来攻击咱，伫遐找空芳要来攻击咱所以圣经来讲生气，但是毋通犯罪，毋通生气到日落毋通互魔鬼有空芳来攻击咱魔鬼会安怎攻击咱？第一项，伊会伫咱肉体顶面因为生气来互咱得到损害咱知影生气其实
对咱的身体真无好嘛。有专家研究，生气对咱的脑、对咱的心脏、肝脏、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胃、肺部拢会造成负面的影响。咱知影生气的人血压就称悬，对心脏嘛无好。甚至咱台语有一句话讲啊呐，气死也无伤啊。虽然也无伤，但是会死啊。所以生气其实是对咱的身体有足大的败害。这是第一项。第二项，咱就知影讲，生气会互咱甲人中间的关系拍歹。咱知影咱拢袂爱甲一个敖生气的人做伙嘛。因为敖生气的人，亲像一粒迄个无定时的炸弹，当时要爆发咱毋知。咱若伫伊身躯边就真危险。所以生气会破坏人甲人中间的关系。咱伫圣经中间其实咱来看保罗保罗其实是应该是脾气无偌好咱若常常咧看伊写批互教会，有诶时阵迄讲诶语气是真严厉呢。甚至咱前一站咧每一工咧读圣经诶时，咱有读到哥林多前书对无？哥林多前书保罗就写讲，哥林多后书啦，保罗就写讲，伊捌写过一张批互哥林多教会人，伊写一张批了，伊真后悔，因为讲了伤严厉伤歹，伊惊因为安尼互迄个哥林多诶人心内忧伤好佳在。上帝互这个忧伤变做一种力量，互因改变。所以咱可见，咱知影保罗脾气无讲介好，甚至有一遍因为伊生气，甲巴拿巴冤家煞分开。咱知影巴拿巴圣经中间是讲伊是一个真够安慰人的人，所以伊应该个性真温柔，而且伊是甲保罗是上介好的朋友为什么？因为保罗咱知影，伊原本就是迫害教会嘛，到尾悔改了，传福音。头几时无人敢接受保罗，只有巴拿巴首先接待保罗。所以保罗其实是甲巴拿巴真好，两个人也做伙合作，做伙去传福音。但是有一遍巴拿巴阁要招保罗去传福音，但是巴拿巴坚持要带这个伊的孙这个马可，叫保罗就无欢喜为什么？因为因第一遍去传福音的时阵马可有甲因去到一个所在因为传福音实在伤过艰苦所以马可因为伤少年忍耐袂了这个艰苦，所以半路落跑走等于厝内，所以保罗就气愤气愤感觉讲这马可永不录用结果。这边佮要传福音的时，巴拿巴要带马可出去。巴拿巴认为讲马可会当互因足大的帮助，但是保罗讲无爱，两个因为安尼冤家煞分开但是感谢主啦，上帝有怜悯。这福音的工作有若借着因的分开，安尼无共款的方向去传保罗到晚年的时阵，伊有后悔啦。伊知影讲伊迄个时阵安尼做毋对。所以，伊伫咱若看提摩太后书第4章11节，伊讲伊学了马可讲伫传道的代志顶面对有利益。所以咱知影保罗可能受这个敖生气的痛苦，所以伊逐咱讲忍耐是无快受气所以咱知影敖生气会破坏人甲人中间的关系。毋干那安尼你若敖生气你若能破坏你甲上帝中间的关系。圣经中间有一个人叫做摩西，圣经对伊形容讲摩西做人真谦卑佮和顺，赢过世间的正人。但是伊一生中间却犯了一个真大的错误。有一遍当伊带以色列人来到一个所在叫做加低斯，伫遐扎营。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了。伫这旷野内底流浪，发觉讲哇，旷野一寡资源拢无够，甚至到这所在无水通啉，哇，都真侪人就开始埋怨讲阮伫埃及虽然做人的奴才，但是阮至少有肉通食，有水通啉，来到这个旷野，啥物拢无，就开始埋怨。上帝就甲摩西讲讲你来约柜头前迄支管摕来，你甲阿伦
爱招住这百姓做伙，然后遐有一个石盘你着对石盘讲话，这石盘就流水出来，百姓甲这精神就当食这水。叫摩西招住迄个管仔来，招住这百姓来到伊面前的时候，看到这百姓，伊就真生气。伊感觉讲我安尼受苦，佮带恁出来出埃及，互恁无做人的奴才，恁佮伫遮埋怨，所以真生气我问题上帝是叫伊用讲的，叫伊生气起来，用迄支管仔拢讲两个，当然水有哪流出来，但是上帝都无欢喜因为伊无伫百姓的面前尊主做大，无照上帝的命令去做，所以上帝就处罚因，袂当进入迄个流年甲蜜的迦南地。这实是真拍算的一件代志。一生服侍主，因为家己的受气，底下上帝的受气。所以如果咱看诗篇106篇伊就记载这件代志。伊讲因伫遐掠上帝受气，甚至摩西也受亏损，因为摩西用嘴讲不实的话。所以咱看起着受气会影响人的灵，影响人的魂，影响人的体。所以咱来控制这个受气。今日牧师要对圣经中间，甲大家分享4个原则，咱一步一步来学习安怎控制咱的脾气。第一项就是讲无快快生气啦，无快快生气。咱对遮所读的经文雅各书的作者安尼讲，伊讲恁爱听爱快，爱快快听，慢慢讲，慢慢生气。为什么会爱安尼？因为人的生气无成就上帝的义啦。如果咱来看新翻译的圣经，安尼翻译讲，人的生气并无法度达到上帝公义的目的。咱来明白，咱的信仰无限制咱生气，因为生气是种正常表达咱情绪的反应。但是圣经来咱提醒讲，生气的时爱有理智毋通互你的生气超越过你的理智，直到你无法度做正确的判断。所以，因为人拢有一个软弱，拢会常常会感觉家己是对的，拢感觉别人毋对，所以咱会用咱的生气，想讲咱要行上帝的公义。但是圣经咱讲生气爱较慢呢。因为人的生气无法度成就上帝的公义啦，无法度达到上帝公义的目的。咱人拢有即款的软弱。你若要看好人，爱去倒看，你敢知影？要看好人，爱去法院看，因为大家拢讲伊是好人，拢别人做毋对，我拢做对，我无犯错。因为大家拢有存在即款的软弱，所以咱要做代志进前，要做判断进前，圣经咱提醒讲，毋通遐紧生气。爱较慢呢，当然咱看到社会中间有一寡无公义的代志，咱基督徒确实爱关心这无公义、无公平的代志。但是咱要关心进前，先较慢呢，咱爱先经过信仰的反省，清楚明白咱家己的行动，敢有真正会当彰显上帝的公义。所以要生气进前，爱三思啦，爱三思，爱想几啊遍。如果生气进前，互家己一段时间好好反省一下，控制家己的生气，毋通因为生气来做冲动的代志。因为人的心中一旦有生气都无互圣神掌管，魔鬼就有迄个空房通入。所以第一项就是讲，咱生气毋通伤紧，爱互咱有一段时间，华语叫做缓冲一下。第二项，如果你若要生气圣经咱提醒毋通犯罪啦，因为生气虽然毋是罪，但是有可能致到犯罪。因为生气的时阵，咱真容易冲动做一寡代志。生气的时阵咱就讲无好话嘛，生气的时阵就做无好代志嘛，常常造成无法度收拾的效果。所以保罗咱提醒讲，你生气但是你毋通犯罪。毋通互生气成做犯罪的诱因啦，生气上界容易互
罪恶的引诱者，就是魔鬼来到咱的身躯边。你若受气的时阵，就有迄个空芳，魔鬼会入啦。所以咱还特别注意。所以咱看起就代表第4篇37篇第1节到第8节伊安尼讲，爱将你的受气控制好调，离去愤怒，毋通心怀不平，递到做歹。原本是别人做歹吼，因为你受气的缘故，所以你有若冲动做出无好的代志，圣经人讲吼，因为做歹的确比奸毒，独独听候耶和华的确承受土地。所以咱来明白吼，毋通生气，毋通犯罪，因为毋通犯罪，才是上帝欢喜看到的。所以咱受气的时阵吼，爱有一个缓冲的时间，特别无一定爱会当暂时离开迄个互你受气的环境。我算做我家己反省，我算做脾气算袂歹，阮无师娘脾气嘛算有哪算袂歹但是夫妻有时阵小可有意见无共款因为我咧讲话我普通时我拢用哪后咧讲话，阮无师娘是用细命咧讲话，伊个是学声乐的所以有时讲话开始较大声，但是伊若有时伊知伊脾气要举来的时阵，伊拢我讲一句话讲，你较闪的，若无我会犯罪我嘛足惊伊犯罪啦，所以我拢会较闪的暂时离开迄个互你生气的场所，也是迄个互你生气的人，这是第一个方法。毋通互你一直伫迄个环境中间，你会哪来哪生气，所以暂时隔离，暂时分开，这是一种方式。无有时咱继续生气就犯罪但是咱袂当讲永远拢隔离嘛，咱嘛爱开始和解。所以圣经甲咱提醒讲毋通受气伤久啦拄则托斯塔的圣经保罗安尼讲，毋通受气到日落即句话真特别因为犹太人计算时间是对日头落山了开始计算一日的开始所以毋通受气到日落意思来讲，毋通受气到过工啦。这真有意思呢，因为你若心内咧受气，走去困，你敢困会去？大多数人拢困袂去嘛。而且你搁带迄个受气咧困，迄个受气就伫你心中一直作用，一直作用，一直作用，毋干那互你困袂去，互你心内愈忧闷愈艰苦。所以即个保罗伊是一个比喻啦，讲毋通受气到日落，毋通受气到过工，意思是讲毋通将受气一直放伫你的心肝内底，爱学习赶紧来处理，赶紧来处理。所以我拄则讲，可能我甲无师娘若小可有冲突，暂时隔开，但是无偌久了，阮就真容易和解所以大家毋通误会，阮不是咧冤家啦因为有时阵我拢摕阮厝里来代志来讲较袂去得罪别人所以毋通生气伤久，爱适时讲赶紧来和解而且咱来知影，每一天拢是一个新的开始。咱从今仔日的生气，那延续到过一天，等于互魔鬼搁较侪机会来引诱咱犯罪嘛。所以生气爱设法去和解。若要和解牧师有第4项提醒，就是爱用温柔的嘴去和解。我拄则讲过有一寡受气是被刺激、被点倒，亲像火把同款。咱通常受气就讲无好话嘛，无好讲无好话，双方就愈受气嘛。所以圣经咱提醒讲，回答你若咧应答的时阵用温柔的口气去讲，互迄个受气会消退。若倒边来看你若一直受气，一直来讲无好的话，对方就哪受气嘛。我前一阵看一个故事，讲英国的前首相叫做丘吉尔，
咱知影伊迄人真聪明，文笔阁真好，伊捌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伊喙阁真利啊，所以不时咧向人搭喙鼓。有一个女的议员不时咧质询伊就甲伊冲突有一天这个女的议员讲袂赢伊真生气就讲你若阮翁我一定下早时来啉的咖啡内底放毒。这个丘吉尔拢来应讲我若恁翁我一定来啉落去。所以喙作毒就对啦。你想讲安尼个无可能和解，无可能嘛，冲突就一直冲突嘛。但是如果咱来让退一步，用较温柔的方式去讲好的话，安慰对方，还是讲徛伫对方的立场来想，就当化解迄个愤怒嘛。所以较温柔的应对，会当互迄个生气消退。若要互相争辩，到落尾就结冤仇结哪深。递到而且才讲两败俱伤嘛，两边拢受到伤害。上盖好的温柔的话是啥物话？就是祈祷。祈祷。所以当你上去特别咱伫教会中间，伫咱的家庭内底，伫咱工作的场所内底，如果你甲一个人有冲突，用圣体要压起来，圣经咱提醒讲，咱开始替对方祈祷。保罗嘛讲，伫逐所在聚会，咱仰望查甫人祈祷，虔诚举起手来祈祷，无生气，无争论。这当然毋是讲查甫人爱安尼啦，妇人人嘛是爱安尼。咱开始要讲话时，咱也用祈祷的心来祝福对方，迄生气就消散去。如果两个人有冲突，咱若心静落来。为对方祈祷，是讲有一个第三者帮助咱的心情来开始祈祷，这是化解冲突、甲愤怒上介好的方式。所以咱今日学4项原则，一步一步一步，互咱会当将咱的生气压制落来、控制落来。这是一个真困难的功课。仰望上帝的话，真正会当改变咱。所以这个时阵，牧师要替大家来祝福、来祈祷。咱将目睭开起来，即摆点仔机拢袂翕到恁，牧师要透过祈祷来祝福大家。咱听过上帝的信息，咱明白，上帝无爱咱快快生气，爱咱三思了，较适当来调整咱的情绪。当咱生气的时阵，上帝嘛仰望咱毋通犯罪，也仰望咱毋通生气伤久，也仰望咱能用温柔来化解咱的生气。如果你若领受这款的信息，你愿意受上帝调整的，你会当将你的手举开，好，举开了，咱就当放落来。上帝有看见，牧师要来恁祝福。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用你的圣心充满阮，互阮会当明白你的话。你的话大有功效，会当帮助阮的性命。所以主，我们互你的话来改变阮。阮知你是无快快生气的上帝，所以我们学习你的性质。阮恳求主你赐福保守阮，互阮无快快生气，会当常常用温柔来对待彼此，会当互阮伫生命中间领受你温柔的特质，来化解真侪冲突。恳求主你甲阮三甲弟弟，阮也将伫你面前举起手，遮兄弟姊妹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保守，靠着圣神的开导引带带领，互阮会用阮的性命来为你做见证，也充满稳定，互阮伫即个过程中间学习主耶稣基督的款式。用阮的性命来荣耀你，来祝福人。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